以赛亚书第39章，巴比伦来的使者。迄时，巴拉旦的囝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，嘛已经好起来，就找使者提批甲礼物去探访希西家。希西家真欢喜接待因，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、银、香料、贵气的油，甲伊所有的军器，以及府库内的一切，拢互因看。伊的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，无一项无互因看。后来，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，问伊讲：这个人对你讲什么？因对倒位来见你？希西家讲：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。以赛亚讲：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什么？希西家回答：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，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。以赛亚甲希西家讲：着听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话，日子得要到，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，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上主安尼宣告：佮你亲生的，你的子孙，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。希西家心内想讲：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。就对以赛亚讲：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